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益世家 Tony 啊，想周圍行睇多啲嘢，但係又怕行到腳攰，唔緊要，我哋益世家啱啱就引入咗呢部嘅 Easy Rider 自由行電動輪椅。佢嘅功能唔單止可以媲美一般嘅電動輪椅，而且佢亦其有嘅特點，而其他牌子係冇嘅。就等我為大家一一介紹下啦。部車係鋁合金支架，輕巧穩固，安全耐用，靈活帶領用家輕鬆暢遊戶外。部車有好快速嘅接合設計。接起上嚟都係得28厘米嘅闊度，而且連埋電池都係得18.8公斤，最高可以承受100公斤嘅重量，好方便咁收納帶上車同埋存放或者擺位嘅。咁出行就可以好輕鬆咁放喺車尾箱，仲有0.5公里嘅安全起步設計。除咗避免起動時速度過快，仲好適合啱啱開始使用嘅人士去學習使用。咁即係超市睇嘢都可以慢慢睇啦。而且續航能力仲最高有10公里添，即係等於由藍田去到尖沙咀咁啊！即係邊度都可以去啊！加上仲有個後置控制器，可以單手操作移動之餘調節速度，咁照顧者推車更加輕鬆啦。仲有5個速度嘅調節，滿足不同情況下嘅使用，仲可以原地360度轉，操作靈活。控制器仲可以左右兩邊裝，好適合唔同人士嘅操作使用。左右扶手仲可以向上拉起，方便兩側落車。兩個180W嘅大扭力嘅摩打，上斜能力強，輕易應付日常嘅道路需要。有埋電子剎車，駕駛嗰陣時候更安全。前後胎仲係 PU 物料設計，唔會有爆胎嘅問題。前轆仲有個避震器，減輕用嗰陣時候嘅震動。加埋個防後傾嘅轆，防止留後或者係倒後。即使上斜坡，用家都可以絕對放心使用。坐墊同背墊都有可拆式嘅設計，方便清潔同更換。透氣乾爽之餘，承托力十足。即使長途嘅旅程都好輕鬆咁自由出行。而且椅背仲有儲物袋，方便存放雜物。另外仲配有藍牙遙控，架車喺屋企邊個位置都可以遙控喺你身邊，方便你上車。講咗咁耐，呢部咁窩心設計嘅代步工具，真係可以幫到用家咁日日自由出行啊！仲唔快啲落嚟門試試車？